心里都有你。放开他！密室杀人案，得马上把毒吸出来。咁個樣，你每一個鏡頭都唔同嘅。你怎麼能放棄呢？咔咔咔！阳光老师 OK 了吗？好了，差不多。来，准备，来，3、2、1，走。导演他笑场了，嘘。你看穿帮了吧？还酗酒？咦？又酗酒，又酗酒，又酗酒了！导演，下场有几个瓶子？几个都行啊。老陈，过来！真的吗？我跟你说了嘛，灯调暗点，太亮了，太亮了。台上那两个美术什么时候弄完？给我个时间好不好？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怎么没水呢？给陶总拿水。陶总，刚才您那个镜头我看了，动作真的是漂亮，行云流水。导演，咱们面膜产品放哪里？删。导演，拍特写的时候，我是这横着砸还是竖着砸？你不管横着砸、竖着砸，唐总的头朝哪边，你就往哪边砸。可以开始了吗？那就来吧。好嘞，来，所有部门准备，灯光摄像，来，唐总小心点。我跟你说，之前啊，你给我拿来唐总这个单子，你是真的牛逼。从小就认识，就是有钱，我跟你说。下次你再给我拉这样的，我让你做男主角。呵，真的。行，你说了啊。哎，来了。我好了。啊，行。好，3场6进。冇諗到咧，中咗毒，呢啲咪敬酒唔食食飯酒咯。咁我又想試下呢個發酒啊！呢啲咪就罰酒啦！看，过，漂亮。不可反打，不可反打。对，导演，这样实难得这么我场地说再给我们10分钟。你先拖点，先过去。这本书，干，这个好像是真的，啥真的？瓶子是真的，怎么可能呢？你试一下。晕倒了！来人帮我，这直接上阵吧！周周，来稍微再看看。这怎么办？怎么是真瓶子呢？我不知道，制片给我的。纸片？纸片呢？纸片。朱哥，你要干嘛？我要先订饭了。瓶子怎么是真的呢？就是上一场不用真的吗？这场用假的嘛。假的，我这砸人家是真的。我不小心就混了一个，不小心混了一个。你不小心混了一个。搏一搏嘛。你搏，你搏搞出人命了，你搏。你搏一搏，你给我。一个。等会说什么呢？就一个。这拍摄事故是不是？哎呦，这个不关我事，多大的人物啊！导演，你知道的，人倒在现场，你这让咱们怎么在那起啊？小声点，小声点。导演，这不是作证，这不关我事。我能解决，我是导演，我能解决。你怎么解决嘛？这怎么没多大事儿？我是导演，天太了，我顶着。我真订。那怎么？人一倒了，你订什么饭？我找。我好痛啊！是不是真瓶子？拿真瓶子打我，要告你们！我们怎么可能用真瓶子打您呢？我们不想混了是吧？对啊，真瓶子假瓶子？假瓶子。假的。假瓶子的。假瓶子这么痛的吗？你看看，假的吧？假的。哎呀，你来看看，假的。假的。假的嘛？哎呀，假的。都跟你说是假的了。对啊。10分钟就倒是，咱加快速度啊！根据我的专业经验啊，你这痛是因为你入戏了。不，第一次演那个，但第一次演戏你就入戏入的这么好，可能是心理上的作用吧。我觉得，哎，你慢点，咱再补个特写就行了。哦，好，来，拍一个反打，哎，好。3场7进。冇諗到咧，中咗毒，呢啲咪
咪敬酒唔飲，你飲汾酒咯。我又想試下呢個汾酒。呢個咪就係汾酒啦。看，峰哥又睡觉了。哎呀，我撒冷了，我撒冷了，撒冷了，撒什么人撒人？这又是真的，我撒冷了。制片，找制片了，制片，滚！怎么又是真的呢？你这里面到底还有没有真的？有几瓶啊？你刚才不是说1瓶吗？刚才你连续2瓶都中了，你还有1瓶？我老实说，我可能还有1瓶。还有1瓶？还有1瓶，我搞出人命来都打到头上啊！我告诉你们，这次你们都完了。你这什么事儿？你导演，你干什么呢？你说唐总会放过我们吗？我现在就报警，我现在就报警。你去报啊！你去报啊！你是主谋，你是帮凶，这不关我的事情。关我什么事吗？关我什么事吗？我是好激动的，我不演了，我也不想导了。你都别想跑，我告诉你们。假名字，假名字，假名字，假的吗？假的嘛，都是假的。假的吗？我流了好多血啊！这不是血，这是糖浆。来，帅哥，你看能按出来的吗？哎，看到没有？哦，假的嘛，流的假的。哎，对了嘛，你很有可能成为影帝。据我的经验来看，你越有可能成为影帝的人，越痛，真的。但是，今天我们不拍了，我们改天再拍，行吧？树哥，先说。导演，你说的对，这是成为影帝必须要经历的。我感觉我现在状态非常好，这点事根本不算什么。我们再来，所有人就位，灯光、演员全都跟我来。我们现在开始，再打一次。还有几瓶？我不知道，你不知道1瓶吧， ？1瓶，再中了怎么办？给我弄死你！只1瓶了，导演啊。 3場就定。我就係想飲下呢個汾酒。汾酒，呢個咪就係呢個汾酒。唐总，哎呀，这人呢？看什么呀？你们不要要熟练了吗？你们哎呀！哎呀，怎么回事啊？你别跑！你给我停！你还想跑去哪跑你？我告诉你，你好老实，你是不是哪个剧组派来当没有，没有了，我告诉你，没有了，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杀人的感觉，真的没有了。我想和你骑单车，我还有1瓶，和你看棒球。哎呀，我这导演呢？导演呢？导演呢？导演，导演，在上，在上。哎呦，导演，别！哎，不说了。导演，这里面还有没有？就是我知道还有1瓶。导演，导演，你冷静点啊！不要，别！导演。I will follow you wherever you may go. There isn't an ocean too deep, a mountain so high it can keep me. 大家好呀，这里是不完整的开不了机系列，你们能看到它呀，归功于你们的点赞以及字幕表里全体人员的牺牲奉献。如果大家希望我们拍第2季呢，请继续用点赞3连来鼓励我，我会想办法。搜索片场日记之杀不了亲，热播正当时。暂时还没有挑战过吻戏，但是如果是根据剧情需要啊，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专业的，肯定不会说是用替身这种。
是我也不演。阳光老师 OK 了吗？好了，差不多。来，准备，来，3、2、1，走。你妩媚一点点。你要说完你的手举起来那一段话。这有啥？Spider 不难。你治好了我的病，让你基本上。我不会，我会追求真实感。别用替身啊，干嘛用替身？暂时还没有挑战过吻戏，但是如果是根据剧情需要啊，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专业的，肯定不会说是用替身这种。演员的身体不过就是表演的工具啊。大师我也不演。别演被打的那个吧。武侠片啊，其实武侠片我觉得就像神话片一样的，我看了很多武侠片，要不就是觉得比较肤浅，要不是觉得深奥，这我的理解还是比较有接受性。我想演成龙，小时候觉得成龙特别帅。武侠片有动作，我对动作还是挺有研究的。我经常会幻想我会泰拳，用这个肘啊跟膝啊就这样打，还会巴西的卡波耶拉，就主要用我的腿来打，我的身体在翻。I'm so happy, no happy. Why? Why is 导演 talking? 我们什么时候拍打戏啊？ BTC 不是没有打戏的。In your family have many people. 我觉得哭戏应该是最简单的情绪表达吧。真的有人哭还要借助眼药水吗？就这种，你去思考一些比较悲伤的事情，你立马就可以流出来眼泪啊。演哭戏我有个小技巧，就是瞪着眼睛，我不眨眼，眼睛干了，眼泪自然就下来了。我会骂他，把他骂哭。我会酝酿一下我的情绪，从内而外的去酝酿，需要有一个很充沛的内心戏。你倒是哭啊！我心里在哭。哭戏最主要的先不说难不难，最主要是突出一个字美 ，beautiful。我有我的办法。讲点话。准备放饭了，咱们点几份呀？昨天不是还有一些剩的吗？过期了。他有时候还能赚钱。去嘛考比赛克里意思考。看，又说错台词，再扣100块。没有。有遇到过，就是有一个金主啊，叫李阿姨。有。手还是不能化妆，卸了妆演吧。不行，导演，水油卸妆好丑的。丑才好笑吗？丑才好笑。好丑吗？有遇到过，但是我身为一名导演，有女演员来敲我门，我也不给她开，坚决不会。导演，导演，你看嘛，你让我先上，我憋不住了。你这剧组餐一定有问题。我也吃坏了。你先开门啊！可是这是女厕呀。实不相瞒，我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的剑桥英语还有新概念英语这个3级、4级的册子我都已经学过的。说英文，我主要是英语不是很好。我的英语水平马马虎虎，但是呢，电影英语我是很有研究的，因为导演嘛，要涉猎多点。还有小语种我也
I think my English is so good. You know that? 很好啊，毋庸置疑的。 Now you can join the Olympic 功夫 Olympics. Now you can join the 功夫 Olympics. Now you can join the 功夫 Olympics. 扑特道格邦邦不可。 The dog go die. Fighting the dog. Q dog go out。打 Q 棒法。 Billion spider, million person hand. 千九万对手。 어치 루쿠 루커，这是梵语。 So many 记住 10,000手脚。 The bird and the bomb, they are fighting. 치코르쿠부글，这是伊朗语。伊朗的电影我也经常看。 Seven long 剑 go to sky mountain. 7剑 go on the mountain. 7剑下天山。 아치쿠르칼리크루소，是文莱语。 Superman. 乌鲁木鲁马卡卡，这是南非语。 You are good, I'm bad. I'm a loser. Why are you so 屌？ 是后宫。 Wife is angry. Hey, man, what do you want to do? Hey, don't so imply. Hey, man, stop, 哈哈。 Go out. 吸星大法。 Suck, just a suck. 乌鲁库鲁库。不要笑。哎呀，贵妃，你不要干哭，说台词啊。说完了，哪儿还有歌？张光老师 OK 了吗？好了，差不多。来，准备，来，3、2、1，走。 阿成，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好的。你没事吧？跟好啊，跟住，都为了说词。酒呢？是谁？别小动。沈河引我过来的。对不起啊。我有种很不祥的预感。是的。好，醒过来，醒。阿成，小心！声音没对好啊，我在试播呢。 好，给沈河出声，走啊，沈河走。叫声要对好，收到，大爷。沈河，你果然没死。把枪放下，离我女儿远一点。 1号机跟好。好，注意啊。 酒呢？怎么回事哥？对不起，导演，闭嘴。黄色是你杀的，对不对？上次被你一枪躲开了要害，这次没那么多。我的命你拿走。好了，准备过场。过场色彩准备一下。不要烧黑。准备好了。这事儿是你说了算的吗？啊？这是你说了算的？ 3、2、1，直播间的观众看得开不开心啊？我们还有最后一场戏就结束了。哎呀，感谢华务区全爱上的店长，老板大气。好了，现在还有这么多人进直播间，欢迎！这是在干嘛呀？我们在直播拍戏啊，《无间使徒》的最后一集已经结尾了，谢谢大家捧场。可以剧透一下结局吗？我只能剧透啊，这是个悲剧结尾。好，我们休息一下，拍摄继续，走。直播室里等一下。 导演投我150分在线了，你知道舰长已经刷了50多个了。可以，那不赚翻了吗？现在小弟我还在刷，你知道吗？可以。哎呀，全哥，灯光给我调亮点，演员都是暗的。好，到位。风啊，你不要再虚焦了，行吗？求求你了，好不好？快点！我是不是胸口中枪？对，是胸口中枪。哎，我打几枪啊？打1枪，后面枪声得给快一点，不要再慢了，好不好？哎。 表现不错，谢谢导演。导演，什么事啊？张树长打电话来下单了。下单我都拍完了，你没看见吗？就是那个桂花酱酒嘛，他看我们桂花酱酒不是已经植入过了吗？闪开，灯笼。来1号机从女主上面摇过去。1进3。
沈河，沈河，桂芬她是无辜的，她还年轻。你们的命是命，我弟弟的命就不是命了，是吧？我只有一个弟弟。小生也要准备好啊。收到。沈先生，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打死我吧！那我就成全。等一下。阿成，快去快点给放下去。对，好了，快吃，不要，你不能死，阿成。阿成。腰臂拉起来，准备收官。你干什么？直播呢？桂花酱酒这边又来电话说我们直播间人气高，临时要加一单。不加，早不说都什么时候了？你给我看看，演员都死了，C 多了，你要怎么直说？说话都打过来了。打，想你打过来的，你看看。导演，和你指挥呢。来，他们说给这个数多少？确定吗？报关只有一次，一次那很难做呀。到底走不走了？哎呀，你再等等。哎呀，不能等了，哎，没时间了。我想想。哎，美术馆。快！等会儿，你给我准备一个酒瓶。哎呀，这么大的。哎呀，桂芬，你不要干哭，说台词啊。说完了，哪儿还有词啊？随便发挥，说点煽情的，想办法再拖一拖。阿成，你睁开眼看一看啊，你看看我美丽吗？我给你唱一首歌。I love you, you love me. We are happy family. You have a 你说两句，快！弟弟，你泉下有知，哥哥今天终于为你报仇了。两个都，今天。导演，可以了。好。所有人听，1号机腰臂怎么上去的怎么下来。阿成。2号机紧一点，卡到胸口，哎，道具干活，快！阿成。好，醒过来，哎，好。什么？阿成，你居然没死！这怎么可能？原来是这瓶酒帮我挡了子弹。这是什么酒？百年佳酿，醇香至极，当然是桂花牌酱香酒。幸亏我好这一口。哼，那又怎样？阿成不要！阿成！阿成！很好，准备上镜。片尾字幕准备。哎，导演，这戏已经200多万人了。就这样嘛。客户很满意，尾款也收到了。好，漂亮。但是那个吸尘器厂家要求增加植入，什么吸尘器啊？就是这个上一集赞助过我们的。你玩我是吧？我都拍完了，大哥。我们直播间人气达到高点了，他们给。这不是钱的问题，好吧？我真没办法了。这个说，我是对作品有执念的，好吧？真的这个是。搞，硬搞。这个怎么塞嘛？硬塞。 1号机腰臂掉下来，演员保持状态。阿成，你让我说点什么好呢？导演，粉丝都在刷弹幕，问什么情况？你说啊，我很想听听你想说什么。要是我收到导演，我怀孕了。哦。好，
所有人听命，2号机卡特线和刚才一样。醒过来。这次是他救了我。可恶！这是什么呀？海带吸尘器，质量杠杠的，现在买半价还包邮。这商品真的这么好吗？你要好好活下去，每天都要用吸尘器，好吗？我答应你。现在可以死了吧？啊！超！还要参加哑铃时只有。你有完没完？这个书。广告此时卖水果，认准福门里鲜果品牌，现在还有白色赠品。这一阵很快就过去了。记得说上品名。我也菠萝蜜。我不。哎。在。这是何中枪。爸爸，摔了词。今天你欺人太甚，殊不知邪不压正，先穿袜子再穿鞋，先当孙子再当爷。穿上这皮鞋，他们是孙子，就你是爷。一双姐妹说什么呀？一生兄弟情那么比金坚。新鞋再好，他不跟脚，蝙蝠再飞，他不是。我跟你说，你们不能改变结局，这是一部悲剧，是悲剧。你们不能干涉创作，这是我的作品，我有创作自由。一部100万了。行，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星河，道歉。阿超，对不起，我错了。他们说道歉还不够诚恳。我罪该万死，我良心发现，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你们骂死我吧！然后掐死你自己。小强，那广告还前不行。审核准备复活，广告准备继续。资金啊，你忍一忍，很快就过去了。来，2号机卡特线，把商品用力塞进去，挨着。I will follow you, follow you wherever you may go. There isn't an ocean too deep, a mountain so high it can keep me. 大家好呀，这里是不完整的开不了机系列，你们能看到它呀，归功于你们的点赞以及字幕表里全体人员的牺牲奉献。如果大家希望我们拍第2季呢，请继续用点赞3连来鼓励我，我会想办法。搜索片场日记之杀不了卿，热播正当时。放开他！你当真要如此吗？我和菲菲不求同年同月同在。阳光老师 OK 了吗？哎，好了，差不多了。来，准备，3、2、1，走！一命换一命，
那就要看本公公的心情了。放开他！诺儿，你当真要如此吗？我和菲菲不求同年同月同日。卡。来，微本，来，双麦草，进八字。快来！好，来补一下不妆。行啊！还有问题哥，你的机会是不是要就是我杀了你吗？我利用你对我的感情啊，是吧？他以命换命，就是你的命换你自己的命。我知道，听懂了没有？对，你们两个没问题啊。算了，你们说一下人物关系去。都从头吗？28年前。那就是我有一个被诛9族的兄弟，他呢被灭门的时候有一个漏网之鱼，就是男主了。我收养了他，然后为了给他报仇，我就进宫当了太监。结果呢，他以为我是他的仇人，就跟宫廷作对。他跟宫廷作对，我是一个冷血杀手嘛。200集之前我演的是男主的老婆，但是他老婆为了救他被轿子撞死了，他受刺激就失忆了嘛。于是他去做了他敌人的走狗。对，因为他长得很像我爱人嘛，他就精神崩溃，于是就自宫了。当时自杀公公未遂嘛，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杀了很多当年对我有恩的人。他还以为大仇得报，结果发现我是他的父亲。于是他又疯了吗？女主对他是有感情的嘛，所以呢，你就又假扮他的爱人，把他给治好了。那我治好了以后，他想跟我好嘛，但他发现我是个男人，他就又疯了。他疯了之后，看到他之前写的日记，慢慢的就都想起来了。想起来归想起来，日记读到最后，发现妻子临死之前怀了他的孩子，就又疯了。就到这儿了。对，男主。所以你在中刀的那一瞬间，你其实想起了一切，是不是这个剧情？我想起了一下，当2把刀插进你的身体里，插进我身体，这时候你脑子在想什么？想什么？跑马灯啊！你在回忆啊！观众得能从你一个眼神里看到这个28年啊！就一眼万年的那种眼神，懂吗？好，开始，来，可以的，来上。来，300场寂静9次。好，来，3、2、1，开始。放开他！你当真要如此吗？我和菲菲不求同年同日。卡。眼神还不对呀，一眼万年啊！我拍了300多集，就等你这一个眼神了。不好意思，导演。一眼万年很难理解吗？来，你试一下。怎么回事？来，一眼万年。你算了，这边，一眼万年。哎呀！看到没有，他演的都比你好，对不对？不是导演，来，你不要说，再试一下，来，一眼万年。对嘛？你看这演的多好，你早这么演，不都卡了吗？不是导演，你认真的吗？就是这个戏路，这不是有一点超现实？我跟你说，你呀，你要抓住机会，你这个角色是我看你舅的面子才给你的，你如果不抓住机会，我就换人了。哎呀，没，导演，我看来300场寂静10次。放开他！你当真要如此吗？我和菲菲不求同年同月同在。哎呀，干嘛呀？卡！不好意思，导演，我笑场。不应该笑很好，但是你拿剑捅进心窝，不是你这个反应的。你不要给我搞这种浮夸的表演，体验派知道吗？你同时要带给我一种太监的阳刚。太监的阳刚，一刀刺进，先是疼痛、震惊，这时候脑子里就开始一眼万年了，5年、10年、15年、20年，这时候你就会后悔，
后悔、了然，全身上下的来放松，知道吗？看这里，血在哗啦哗啦往外流，知道吗？流。这人在这个时候会不由自主的，看我啊，我看迷乱，身体会抽搐，人快挂了，然后解脱啊，面带微笑，然后死去。学到了，有身体。不是为什么要微笑啊？留给观众想象空间啊！一眼万年之后就是神秘的微笑啊，难吗？这样，你给我蒙娜丽莎的微笑保持住，行不行？不是，你再说我换人了。哎呀，行，你们俩，等我捅的时候多捅几刀。来，开始。好，再来一场，300场，7进1次。放开他！你真的打算如此吗？我和菲菲不求同年同月。好，镇静，疼痛，清醒，5年，10年，解脱，痛苦，20年，1万年。哎，放松，蒙娜丽莎微笑露出来，蒙娜丽莎微笑，笑，哎，很好，哎，好，倒地，死了，不，死不瞑目，不，带着遗憾，保持微笑，还有眷恋，不，一半瞑目，有死半瞑目，看，杀青，太好了，这是我见过最棒的表演。大家好呀，这里是不完整的开不了机系列，你们能看到它呀，归功于你们的点赞以及字幕表里全体人员的牺牲奉献。如果大家希望我们拍第2季呢，请继续用点赞3连来鼓励我，我会想办法。搜索片场日记之杀不了亲，热播正当时。背下去而已嘛，文有这么难吗？很简单，他不愿意啊。你怎么不愿意呢？他口臭啊！你口几点了？追你行不行？打个盘龙香吗？阳光老师 OK 了吗？好了，差不多了。 6进47次。奎哥，我爱你。喂，看，你干什么啊，大姐？卡吧！你干什么？哎，多少遍？你会不会演戏啊你？快点吃！妈拍一天。就一个镜头从白天拍到晚上，尾下去而已嘛，尾有这么难吗？很简单，他不愿意啊。你怎么不愿意呢？他口臭啊！幾點啊？追你行不行？打個拍檔手嗎？喂，峰哥啊，你睇下，你成日拍到咁個樣，你每一個鏡頭都唔同嘅，燈打呢度，你又唔拍呢度，你做好啲得唔得啊？哎，你看不打我吗？你眼睛干嘛？你一天拍了这么多条，我肯定没电了，没电我怎么办好？你看我没电呢。等，峰，你们冷静一下行不行？阿峰啊，哎，导演，把无人机升上去拍俯拍镜头。航拍过来。我们大家先休息一下，吃宵夜吧，15分鐘再開始。嚟啊，傑哥，食下宵夜先啦。哦，食宵夜啦。好，喂，兄弟，食宵夜先，做咩？啱正嘅條風哥嘅。冇啊，風哥點解拍一個鏡頭拍幾廿次，跟住成日穿我燈，你話係咪？唔屌話佢你第一，唔係大家嘅句啊，睇你下佢咁啊，唔簡單。呢度覺得濕濕地陰氣嘅，我好似睇網上睇附近有啲好邪嘅山喎。哦，好邪！呢度雙情山嚟噶嘛，好多小情侶喺度上吊嘅喎。
怨氣好大㗎喎。冇嚇我，權哥，我今晚要通宵喎，可能。你做製片冇開機拜拜嘅咩？拜咩啊？開機要拜拜㗎嘛？你唔知嘅咩？左转一点，你左，你让他动一下嘛。对。你动一下，我怎么知道是哪里？你问我。动，我没信号了。没信号，动掉下去了吗？你过来，你过来看。无人机都飞不好，不知道掉哪去了。你看掉哪去了，我也知不知道。你去哪儿去哪儿？你自己去找回来。对。导演，那个男主电话关机打不通。哎呀！我说他怎么都主动去找无人机呢？让我怎么办？要不我去买几炷香回来呗？买什么香啊？为什么是我去啊？为什么不是你呢？你把人嘴角都划伤了，道个歉而已嘛。我才不要跟他道歉呢！我求你，你帮帮我一个忙，行不行？哎呀，但是上面很黑呀。阿峰，过来，过来！阿峰陪你去，来，点一句。我好好说话就行了吗？那导演，要不我买几炷香回来拜一下？哎，把无人机带回来啊！无人机，拜一下。拜什么拜？胶呢，大哥，你的胶呢？你瞎呀！作为一个摄影师，你连胶都没有，不要因为你一个人耽误我们所有人，好不好？跟你说过了吗？关你什么事？你的职业素养呢？我什么职业素养？我一点问题没有啊！你看我其他的镜头。导演，全部关机，找到了吗？没有啊，都没有东西。不有人吗？喂，听到了吗？听到赶紧。喂，全哥，哎，在上面，把他们叫下来，好不好？好，时间了，好，去过去。这谁呀？阿峰，阿峰，下来，过来，阿峰啊，咋回去了吗？你看，不动呢。阿峰，他怎么转回去了？喂，班长啊，丢家里！乖，我不去，我就来，我不去，你不去，你去，你不去，你是制片，你不去谁去？一起去，一起去，一手一起去。峰哥，别上我，不要疯！阿门，听到了吗？人呢？峰哥，远方，峰哥，来，是阿峰吗？怎么回事啊？你们看，你干啥？我哪去啊？不可以去！不要去！给搞进去了！你go，峰哥，我。导演，你来干嘛呢？都什么时候你还拍？这个镜头我等1天了，我不拍了。你是不是接中邪了呀？帮忙打光，给我打光，快点！对，打光。台词。什么台词啊？台词，剧本台词，快点！读，快点！奎哥，我不是在做梦吗？对，快点！人生我会照顾你一辈子。对，一辈子怎么够？还有下辈子啊！东哥，我太开心了。对，漂
完了！导演，我们走吧，我好害怕，我们走吧。你们看见有个眼睛在盯着我们啊！导演，脸上有个摄像机。什么摄像机？无人机了。它不像我眼睛，你看啊，你看啊，你看，你看，小静。I will follow you wherever you may go. There isn't an ocean too deep, a mountain so high it can keep. 大家好呀，这里是不完整的开不了机系列，你们能看到它呀，归功于你们的点赞以及字幕表里全体人员的牺牲奉献。如果大家希望我们拍第2季呢，请继续用点赞3连来鼓励我，我会想办法。搜索《片场日记之杀不了卿》，热播正当时。片场日记的粉丝福利问卷来了，我们针对杀不了卿和开不了机这对孪生剧出了一套题，请把你们的答案写在评论里，点赞最高的正确答案将获得我们送出的大礼包1份。考试开始。杀不了卿片头的一句歌词是：尾款还没收到，物资还没有到，我想要接广告，尾款还要白嫖。触不到的恋人里，女秘书在被子里为什么要穿盔甲呀？因为要给游戏植入广告，因为道具组没准备睡衣，因为甲方要求一字不改，因为男主有特殊癖好。呢個實在係太反轉啦！是演員陳胖胖在以下哪部劇裡的台詞？大宗師唐馬、七殺手、無間使徒、幻日奇海傳。母親洗衣液的最後一版裡，兒子進屋時手裡拿着的是一個竹籠子、一台留聲機、一盒錄像帶、一個足球。無間使徒的大結局裡沒有植入廣告的商品是福門領鮮果平台、海帶吸塵器、桂花牌醬香酒、紫花補水面膜。大宗師唐馬裡，唐馬用來治壞牌匾的是哪一隻腳的鞋子？左腳、右腳。幻日奇海傳請翻譯花了多少錢？幾百塊、幾千塊、幾十塊，沒花錢。情迷六扇門裡，反派公公為了讓男主死個明白，一共割巴了多少集？7集、9集、11集、13集。來自地獄的你中，音效師 Kevin 自稱是哪裡畢業的？伊斯曼音樂學院、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伯克利音樂學院、曼哈頓音樂學院。粉紅世家裡，這個成語指對人虛情假意、敷衍應酬，它的正確讀音是虛與委蛇、虛與委蛇、虛與委夷、虛與委夷。最後，請大聲喊出第2季你最心儀的名字。劇本這樣演，你就要這樣做嗎？導演教的啊！我還要剪呢，你幹嘛打我？你幹嘛打人啊你？我沒有。你平時打我算了，直接片場上打演員啊！直接輸了。好嘞，開機。好嘞，動起來，3、2、1，開始。哦，所以導演這邊加一句。对，你加一句。好。然後要風你接上。好。對詞。哎，好。叶少，这是今年的財務報表，我好難受。哎，對。還沒適應秘書的工作嗎？不，我一想到你要出差就想哭。傻瓜，走到哪我心裡都有你。真的嗎？摸。親了，這都親了。簽了啊。前戲。哇，你們在做什麼？放開他！你鬼叫什麼？我們已經離婚了。葉總，我好害怕，他是誰啊？一個自以為是、無理取鬧的過去式罷了。葉城，你在說什麼？啪啪啪！那到時候你不會要真打吧？他敢？怎麼可能？他這麼兇，回家把我弄死。借位拍不會真打的，但是親得真親。啊，導演，不是借位嗎？哎呦，人家甲方說了，拍吻戲是不能借位的。可是出通告的時候沒說呀。我也是昨天晚上才接到通知的，那甲方還說了，你這個劇本啊，一字不能改的。不是，導演，你看，其實我覺得這2個演員沒問題吧？你沒問題，沒意見就沒意見。哎，演戲嘛。你有意見嗎？我肯定沒意見啊，專業演員嘛。不過呢，你看別人小女孩，她不應該有親吻，不然。哎，你別管了，你有問題嗎？我沒問題啊，我可以。這就叫專業。小印度啊，準備開拍。機位架起來，來。來，137場3304。好嘞，3、2、1，開始。
叶总，这是今年的财务报表。怎么了？我好难过呀！还没适应秘书的工作吗？我只要想到你要出差，我就想哭。小傻瓜，无论在哪，我心里都有你。真的吗？卡，没关系，酝酿，改天咱再来一场好不好？好。阿峰啊，哎，你这个名字叫你呀，刚才你们演的好好啊，特别是你啊，妹妹，你知道吗？但是待会在演的时候啊，脸不要这样，要往那边去啊，不然口红会蹭到她的脖子的，那你就不接戏了。哦，好啊，姐你说的。宝贝，你刚才演的真好，你知道吗？是不是？嗯，可是跟我演的时候都没那么帅过呢。哎，别腻歪了，开拍了！来，所有人准备。 137场33第2次。怎么了？我好难受。还没适应秘书的工作吗？只要一想到你要出差，我就想哭。小傻瓜，无论走到哪，我心里都有你。 导演，你看，我觉得这个剧本有问题啊！霸道总裁怎么可能随便去吻一个女人，是吧？这还用你说吗？这个剧情都傻的没个音儿了，是吧？所以啊，我就觉得这个剧本得改。我觉得可是甲方不让改剧本嘛！一会儿到你的戏了，你老老实实的拍。一会儿呢，我 Q 你，你在门外推门进来，然后说台词，就这么简单。台词你还记得吗？记得。 137场33进3次。 无论在哪，我心里都有你。真的吗？你们在干什么？卡，进早了。哦，我进早了，不好意思。你等我 Q 你好不好？好的，好的，没问题。好。好，来那个各位老师辛苦，再来一遍，来。 我好难过。小傻瓜，还没适应秘书。卡！你是不是你又来了吗？不好意思，导演，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你是不是在搞不搞啊？你是个专业的演员吗？小傻瓜，无论在哪，我心里都有你。真的吗？你们在干什么？卡！你说，你是不是喜欢他？ 你在胡说什么呀？我胡说？那你为什么非得每次都要亲他？剧本写的，自己看好不好？剧本这样演，你就要这样做吗？导演教的啊！导演教的，还有你，为什么？我，哎呦，姐姐，你干嘛打我？你干嘛打人啊你？我没有。你凭啥我说了？你在骗全场的演员呢？接输呀你！来，我们再来一场。小傻瓜，无论在哪，我心里都有你。 真的吗？别管他，拍完再说，拍。真的吗？真的吗？嗯。I will follow you wherever you may go. There isn't an ocean too deep, a mountain so high it can keep. 大家好呀，这里是不完整的开不了机系列，你们能看到它呀，归功于你们的点赞
以及字幕表里全体人员的牺牲奉献。如果大家希望我们拍第2季呢，请继续用点赞3连来鼓励我，我会想办法。搜索《片场日记之杀不了亲》，热播正当时。阳光老师 OK 了吗？好了，来准备，来3、2、1，走。好。哇！不好，得马上把毒吸出来。来，倒油水，赶紧上，赶紧上。这样你会中毒的。高喷一下，快点。来，2个手动听见，来，1、2、3，动。看，过了吧？准备拍结尾。打得不错啊！打得不错，胡老师，刚才动作可以的。导演，我外甥打得怎么样？哎，将门虎比，有你的基因，我觉得真的不错。没有，有一点失误。这别谦虚，别谦虚嘛。我史蒂文·希格的徒弟，我的外甥他能差了吗？外甥回救，是啊，对，真的不错。我当时选角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有眼光，导演有眼光。导演啊，你不是还有5部戏吗？哦，是啊。5部是。那我们都有希望吗？都用他，男主角，未来的好莱坞明星。啊，好吧，是啊，师兄这么帅啊！我们后面几部戏的演员都定好男主了。什么？哎，该看回放了是吧？卞老师，我们看回放来，补个妆吧。换角，别管。胡老师，您看，演员还是有点小瑕疵的，鱼腿，啊，哎，就这腿，但外甥没当好，所以呢，我想重拍那一条。刚才那一腿是你吃的吗？不好意思，也是你能踢的吗？你爸他打。导演，那个结尾的吻戏。导演有事找你。什么事儿啊？出事了，导演出事！你干什么呢？你让我给那个演员喷颜料到嘴里，颜料不能吃的呀。我还不知道不能吃吗？我在你包里找一瓶差不多颜色的什么油，就给他喷。谁让你动我包啊？不要猜这细节。你拿什么了？你的植物精油啊。这不是植物精油。这就是植物精油啊，一模一样，黑色的。不是啊，那是什么？不是植物精油。等会儿你喷在哪里了？嘴里啊。谁的嘴里？演员嘴里。啊！你喷在嘴里了？喷嘴里啊？这不是。他在哪里啊？他在化妆间。哎呀，走了。怎么回事？卞老师，哎，不要激动。咋了？对，上火了吧？哎呀，上火，怎么上这么大呢？我，哎呀，咱今天也拍不了了，真的很可惜。我现在出去有点事。导演，我心理建设做好了，可以亲了。你不用亲了。是导演的，不是我的。导演拍得拍。哎呀，这是我不知道啊，这是什么？我看这是。
别装了，就是拍到你的腰变成这样。我没见过这东西啊，就是你的，真不是我的，你包一找什么？可以，该拍都拍了，拍啊，都准备好了。哎呀，这妆化了，这边过来，哎，吴老师妆化了，跟我一切顺利。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还有人啊！我告你啊！你别告我，你舅舅也会打死我的，你还告我？我说什么你才能信呢？往我嘴里拍，可能不行。拍，好贵的。哎，没事儿，我就说吧，是你上火了，还找你舅舅呢，你舅舅不许你啊，不懂事儿呢。想办法喽。这个动作，啪，这样速度要快，知道吧？女主，临时给他上戏，把这个背个，对吧？哎，导演。啊，怎么了？啊，是这样的，这结尾有点变动，让它含着一个东西。含东西？什么东西啊？定情信物。定情信物？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临时加的。临时改写。导演，你有才呀！啊，工作嘛。好，来开机，来26场一起一次。好，来准备，来3、2、1，走。亲爱的，你醒醒啊！你不能有任何的事。啊，是他。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那一根雪茄，它被你死死地含在嘴里。我明白你要表达的意思了。哈克，I will follow you wherever you may go. There isn't an ocean too deep, a mountain so high it can keep. 大家好呀，这里是不完整的开不了机系列，你们能看到它呀，归功于你们的点赞以及字幕表里全体人员的牺牲奉献。如果大家希望我们拍第2季呢，请继续用点赞3连来鼓励我，我会想办法。搜索片场日记之杀不了亲，热播正当时。片场日记的粉丝福利问卷来了，我们针对杀不了亲和开不了机这对孪生剧出了一套题，请把你们的答案写在评论里，点赞最高的正确答案将获得我们送出的大礼包1份。考试开始。Honorary vocabulary to dignitatis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任督二脉、火山西肺症、胡逼逼、不甚光荣。浪漫满仓库的剧情里一共有几个绑匪？6个、5个、4个、3个。情迷6扇门里公公的刑讯工具是辣椒水、老虎凳、火钳子、寂寞。触不到的恋人里对小说里的描述哪个细节没有满足甲方的要求？人中之龙笑开了花，柔弱无骨，同床共枕。无间使途中追杀主角阿昌的敌人不包括恐龙、外星人、日本浪人、徐福。你叫破喉咙我们也不会劫色，是以下哪一集里的台词？神探特洛伊、幻日奇海传、粉红世家、浪漫满仓库。外国观众看幻日奇海传会认为剧中人物黄药师经营的是一家体育馆、按摩店、餐厅。
武馆。本系列中，铁柱导演亲自参演的正片不包括《秦迷六扇门》《无间使徒》《换日期海传》《母亲洗衣液》。来自地狱的你最终没有过审，是因为五指跑路了，音效师跑路了，演员被酒瓶砸晕了，演员被板砖砸晕了。本系列中，以下哪个角色没有使用过替身？女秘书苏新月、东方家族大小姐、平行世界里的神探特洛伊、大宗师唐马、沈偏远。最后，如果第2季会邀请一位 UP 主来参演，请大声喊出你心目中的那个名字。窗户反锁，大门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屋内也没有别人。哎呀！看！导演，是人怎么能放屁呢？导演，阳光老师 OK 了吗？准备，3、2、1，走。哎，好了，差不多。子健，你指尸体的时候要干脆利索点。你再说一遍。不要这样，你是侦探吗？我是尸体来猪脚饭，42份。侦探吗？哦，那就是了。饭定42份够吗？41份，尸体不吃饭的。老板，你再试一遍。41份就够了。还有，别忘了。我要自然光一点，好不好？辣椒酱。哎，朱哥，你不是制片吗？今天什么情况？今天我是演员，我演尸体。哦，他也是的。哪有？甲方给的钱又少，要求又多，没人演了嘛。对啊，这个地方这么大，这么漂亮，很便宜，我找了好久才找到的。哎呀，你真棒棒哦！一去爆棚哦。开拍了！来，各位开拍！辛苦各位老师哈，跟我们机位再走一遍。来试机位啊，你焦点注意了哈。来试机，来3、2、1，走。我是住楼下的，昨天上午天花板就在漏水，是不是要理一下？好了，导演，我怎么演？我要怎么演？来，躺下，闭眼，对，不动，你是个死人，是吧？乖啊！你怎么知道他死了？你进去了？我没有进去，我出差刚回来，一进门就看见老公死在地上一滩血，我就赶紧跑下楼去报警了。开拍之前要补一下这是密室杀人案。好，来几次？好，来3、2、1，开始。我住楼下的，昨天上午天花板就在漏水，打电话投诉了，你们物业不理。哦，现在出了这么大事情，你们是不是要负责的？你们谁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我刚出差回来，打开门就发现我老公死在地上。你怎么知道他死了？你进去确认过了？我说了没有，我不是一出差回来，打开门就发现老公死在地上了吗？满地的血，我就。导演还拍不拍啊？陈奇老师，你不要克制我。我哪好痒我这怎么克制大哥，好痒。我问你，死人为什么会笑？尸体为什么会笑？不是导演，这衣服你告诉我，衣服好像有东西，在后面好。什么东西啊？我警告你，你再演不好，我让你去演外卖仔，你信不信？不，再给我一次机会。躺下，我认真演。躺下。哎，闭眼。好，来准备，3、2、1，开始。你们谁第一个发现尸体的？我出差刚回来，打开门就发现我老公死在那。我想我应该是第一个吧。别住，你是个死人，别住。你确认过了？我不是说了吗？我出差刚回来，打开门他就死在地上了，一滩血，我就赶紧跑下楼去报警了。窗户反锁，大门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屋内也没有别人。哎呀！看！导演，是人怎么能放屁呢？导演，屁怎么出来的？哦，你怎么没蹦出屎来呢？没忍住，不好意思，导演。我换机位拍子机。 6场2进1次，好，来准备，3、2、1，开始。大门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尸体下半身湿了，胸口有致命伤，而他的表情似乎在向我们传达着什么信息。密室杀人案，看！不好意思，我。子健老师为什么老逗我笑啊？老掐死我哪里逗你笑？老挠我脖子，好痒啊！你不要挠我。他就得到一个新思这个挠你啊！他要死！不要挠我，挠的我好痒啊！没有，不要挠我！我两只手在这。往后拍。好，来，不要挠我了。没挠你呀！来，到位，来，演员老师到位。好，来开机。密室杀人案。哎呀，探长，我被你说的好怕呀！那谁第二个到的？
我第二个到了，我听见楼上有女人的尖叫，我就冲上去，大门是开着的，这个女人根本不在那儿。我老公都死了，我肯定第一时间跑出去求救啊！但我看你一点都不伤心的。别摸我呀！哎呀，干嘛？哦呦，痒！不要摸胸。哦，不要挠背。哎呀，我很伤心，好不好？好了，钱是要摸我脖子嘛。都别吵了，你没有证据，你没有说实话，我没有摸，我没有摸你。看。他老挠我脖子，好痒啊！挠我，痒死了，挠我，还在说我就要讲台，都想挠你。我很累了，我们进行下一场戏好不好？好。下一场戏呢是侦探会拿着一个紫外线灯，这紫外线灯是照血迹用的。一会儿门卫会一下关灯，墙上的血迹呢会显现。这时候女主给我一个尖叫，好不好？就这么简单。来，开始。好，小李。动起来。来，7场5节2次。好，来，3、2、1，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屋里还有没有别的血迹，麻烦把灯关一下。这血怎么搞得这么离谱啊？美术啊！哎，我在。这部戏不是这样的，血太多了。这不是我搞的，你没叫我弄呀。是你搞的？那怎么这么多血呢？我不知道啊。谁租的房子啊？发到了，准备吃饭吗？怎么这么黑呀？这里。你怎么在外面了？那个送外卖送错地方了，我出去找了他半个小时，后来找到了。I will follow you wherever you may go. There isn't an ocean too deep, a mountain so high it can keep. 大家好呀，这里是不完整的开不了机系列，你们能看到它呀，归功于你们的点赞以及字幕表里全体人员的牺牲奉献。如果大家希望我们拍第2季呢，请继续用点赞3连来鼓励我，我会想办法。搜索《片场日记之杀不了卿》，热播正当时。片场日记的粉丝福利问卷来了，我们针对杀不了卿和开不了机这对孪生剧出了一套题，请把你们的答案写在评论里。考试开始。本系列中制片朱哥演过的角色是被踢馆的馆主，说河南话的杀手，舔着脸的总经理，会笑场的尸体。浪漫满仓库里再多多 APP 的最高借款额度是30万、50万、80万、100万。七杀手那一集里，导演死于哪一招之下？板砖、鬼影、精神剑、雷击18响、三丈凌空、锁喉指。情迷六扇门里，女主在梦里的回忆人生的部分有多少集？40集、90集、2集、180集。无间使徒里，阿昌给桂芬起的外号是小布丁、小豆腐、小粽子、小花菜。半日奇海传里，翻译张全蛋在剧中出演了哪个角色？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粉红世家里，哪个演员不在片场 ？Angelababy、谭子、唐国果、陆泽楷。大宗师唐马这条片最大的成本花在了哪里？道具酒瓶、武打演员、特效、医药费。一部剧可以没有女主角，但是千万不能没有爱情戏。是审片员在哪一集里的台词？情迷六扇门、浪漫满仓库、触不到的恋人、七杀手。母亲洗衣液里，甲方的要求不包括中国风、科技感、艺术感、武打场面。最后，你们还想看我们拍什么类型的片子？大声喊出来！
片场日记的粉丝福利问卷来了，我们针对杀不了妻和开不了机这对孪生剧出了一套题，请把你们的答案写在评论里。考试开始。浪漫满仓库里，夜空中一个烟花都没有的是哪个版本？高贵会员版、高级会员版、低级会员版、非会员版。杀不了妻系列中，银幕初吻给了马桶的那个演员，还扮演了以下哪个角色？东厂大太监、暗影七杀的老大、神探特洛伊、顶流韩子。神探特洛伊的所有版本里，哪个角色没有当过凶手？死者妻子、邻居男人、门卫大爷特洛伊。拍摄《情迷六扇门》时，导演对男主的要求不包括一眼万年、一字不改、蒙娜丽莎的微笑、死半瞑目。触不到的恋人里，叶少为什么感觉很疲惫？因为他是一个被商业帝国耽误的功夫巨星，因为他浑身上下纹了400多个人名，因为天气干燥，牙龈出血，因为整间公司都靠他一个人支撑着。演员 Pino 在这部剧里的设定是武术指导的什么人？儿子、侄子、外甥、表弟。拍摄《神探特洛伊》期间，导演面对的困难不包括审片员总是猜得到凶手是谁，缺少无知，制片总是笑场，防止闹鬼。来自地狱的你拍摄期间，制片朱哥犯的错事，弄混了真假瓶子，拿错了导演的精油，发放过期的剧组餐，开机前没有拜拜。本系列中哪个角色不是由同一个演员饰演的？东厂公公、神探特洛伊、沈河、吸血鬼奎哥。拍摄《浪漫满仓库》时，导演将男主的舌头临时改造成了棒棒糖、人中之龙、雪茄、巨型钻戒。最后，如果下一季不得不付费的话，定价多少你会甘心食用呢？铁柱啊，我现在跟甲方在一起啊，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过的最有亲和力的甲方。你好，我拍的这部真人火影广告片呢，根据您的要求，最大程度还原了原片。好，那咱们就先看看片子吧。なぜだ、オビト。全てあんたのせいだ。リンを見殺しにするなんて。やめろ、オビト。お前の夢は木陰になることじゃないのかよ。这不是卡的啊，这是你们植入的要求嘛，自由使用神威啊，随时随地到处都是，对吧？哎。甲方爸爸的意思是啊，带土的眼神太空洞。空洞？带土是位悲情的角色啊，当他面对卡卡西啊，他那种仇恨、释怀、纠结的鸡一般的情绪，这一刻肯定会涌上心头啊！能不能从他发出的神秘的这个眼神里面体现出来呢？要有那种神威难藏泪，入木皆是林的感觉呢？我试试吧。一个眼神8种情绪，而且有眼泪，入木皆是林。对，哎呀，都体现出来了，对吧？继续看。甲方的意思是说，你这个背景太假了。这拍的是动漫啊，真人火影，那背景当然也要真的呀。就算是真背景，观众也看不出来啊。谁让他是甲方呢？你换个真背景再证明给他看不就完了吗？オビト、お前のカムイ空間は偽物だ。ふざけるな！偽物だって。おいおい、似てと穿毛了。これで僕のカムイ効果。那继续。本当に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やつだ。待ってるぞ、絶対いい書いてもらうぞ。お前が頑固しすぎる。カトン。ドトン。铁柱啊，这个特效会不会太 low 了？你给的经费就这么多？顶级特效是吧？怪不得，顶级特效呢是做事情讲究这个剧情啊，只有这样的才能表达个2个人复杂的人物关系嘛。
啊，他说特效呢就算了啊，剧情没有感染力。感染力？你这么抽象的概念我怎么 get 到？甲方说什么就是什么，改。住手！你们不要再打了，要打就快打！你们不要再打了啦！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啦！どうしたの？俺を絶望させたのはこの世界そのものだ。一番辛いのは心に親しい仲間がいないことだ。もういい。見ただろう。僕の心にはもう何もないぞ。痛みすらも感じられない。又怎么了？是这样的，现在的游戏玩家都不能见血的。你不是说要真人实拍的效果吗？这都贯穿心脏了，他能不流血吗？想想办法吧。你告诉我，胸口破了一个大洞，怎么才能不流血？啊，最后一次了，好不好？最后一次。見ただろう。僕の心にはもう何もないぞ。痛みすらも感じられない。哎呀，你先生气！哎呀，还有最后的 BOSS 没有出来呀，绝对是大制作，大制作！赶紧快进入10位，给甲方爸爸看。没这个必要。有，赶紧的！你上次只给了1次做特效的情绪。赶紧放！口寄せの術。甲方说要真实的10位，不要抠图，而且要让观众看到技能的名称。好了。那个，咱片子也做出来了，尾款能不能结一下？見ただろう。心にはもう何もないぞ。痛みすらも感じられない。